立法院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其中就包括讲，这托育机构要甲监视器的影像传起的云端，而且上无是要保存30天。不过，这煞是引起教育部人员抗议，认为讲有侵害囡仔隐私，佮有治安的风险。卫福部长赵宗良是强调讲，这主要是备份的概念，毋是讲想要看就随时会当看的，而且若是要调影像，嘛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伫个大日头卡演出行动剧，表达监管分制度进入了后，教务人员面临的问题。立法院就是差不多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监管分制度正式入法，引起第一线工作人员不满，号召请人行上街路。所有都是在尿布台上，孩子脱光光在换尿布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部分，尤其它是全面，就是集中上传到云端，其实很容易有被害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目前监管分制度规定，托育机构监视影像爱上传云端，各至少保存30天。不过，托育人员认为过去儿童甲少年福利甲环境保障法早就明确规范托育中心爱装监视录影设备，即卖要求上传云端有治安记录。不只是影响到亲师之间的信任，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儿权的隐私法。据我们了解，好像都一直政府没有配套措施，我们不晓得这些影像跑去哪里耶。民间团体认为，影像外流会对儿童人格权造成长期影响，而且目前无法无针对儿童隐私保障、家长同意权、影像调阅比例原则，甚至治安无明确规范。向总统府交电证书要求定向禁止法，甚至暂停公告保法。异地备援的概念，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那么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那么才会调阅，它并不是随时可以取阅的资料。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详细做法要等各界讨论了后，伫做法规定，也强调监管份的影像，毋是随时用予家长查看，袂有隐私泄露问题。记者综合报道。